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師啊。今天又是一個紅周一啊，五大指數均上漲，滬指報3924點，漲了0.54%，深成指漲了1.39%，北證指數漲了1.27%，創業板漲了2.6%，並且今天還是個放量反彈，滬深兩市全天成交額突破2萬億，比前一個交易日多了將近3000億，並且這個市場也是漲多跌少3220家上漲，1838只個股下跌。總體上看今天似乎還挺健康，因為量也放大了，上漲的家數也多，但是還是有隱憂為什麼呢？相比較周末傳出來的很多利好消息周末也有不少利好消息又是保險資金對吧？這個風險因子調大，又是監管部門說要培育對吧？超一流的這個券商，對優質券商加大什麼槓桿率之類的對吧？都是好消息以至於很多這個金融消費者周末都沒有過好，盼着開盤呢。那今天怎麼着還不得漲個2%呀？所以與昨天這個利好消息這麼密集相比，今天漲得有點潦草，甚至尾盤這個滬指還掉下來了，所以給人感覺這個就是漲得有點心虛後勁有點不足。我看了一下港股收跌，所以預示着明天恐怕又是讓這個金融消費者不爽的一天呢。但是不要緊這個海外機構還是一如既往看多滬市。財聯社報道外資集體押注中國股市將延續漲勢。隨着全球資金重返中國股市，今年中國股市迎來了一個豐收年。實際上咱們以前說過了全球資金重返中國股市一共也沒多少錢，但是這個外資它就像鹽一樣的那麼重要，雖然少，但是對吧？大家就要看那個金融消費者就喜歡看外資進來了，就是的外國人說咱們好，要漲才會漲，產生了這麼一種心理預期實際上這些外資機構都是模擬盤，天天唱多，沒買多少股目前國際投行機構共識預期是，人工智能、實力等順風將進一步推動中國股市上漲。綜合媒體報道說，東方匯理、法巴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富達國際、英詩曼集團等全球知名資管公司均預計2026年中國股市將延續漲勢。不管怎麼說非常歡迎這些資管公司到滬市來走一走看一看，來點實盤對吧？讓他們也要領會一下什麼叫根本買不完。華爾街最大投行摩根大通近期將中國股市評級上調至增持。斯伯瑞投資管理的基金經理唐宋超則表示，中國股市正逐漸成為海外投資者眼中不可或缺的資產類別。眼下外資投行機構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市場能夠憑借科技突破創造獨特價值。你看這個數據來了摩根士丹利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外國多頭基金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買入了約100億美元的股票。截止到11月這今年已經過去了，這個一個月也沒多少一共才100億美元，合着也就700億人民幣。完了，這兩個還是 A 股和港股分兩個市場一共才700億人民幣所以我說這些外資機構天天唱多，只打雷不下雨，就在那忽悠的吧，這金融消費者趕緊上，趕緊衝外資流入的這100億美元，而且很多都是被動的，因為它全球都要投資有的指數对吧？有的基金，新興市場对吧？這個市場那個市場都必須要配一部分，都是被動的。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亞太策略主管認為，企業盈利改善等因素將帶來利好，並預計中國股市下一輪反彈將由全球基金推動。外資投行對中國股市的看漲，主要在於市場對一批在芯片、生物醫藥和機器人領域迅速崛起的科技巨頭的樂觀預期。人工智能熱潮已推動寒武紀、阿里巴巴等企業股價大幅飆升。外國投資者還指出，與全球其他股市相比，中國股市估值仍處於洼地。明晟中國指數的預期市盈率僅為12倍，而明晟亞洲指數的預期市盈率為15倍，標普500指數的預期市盈率為22倍。
前提是你這個數據對吧？準確不準確啊？忘了欺詐善事、財務造假了吧？當然了，最主要的是最後一條啊，中國國內公募基金持續加倉，以及保險公司配置权益類資產的需求上升，均對市場構成支撐作用。此外，中國龐大的居民儲蓄也被視為股市上漲重要驅動力。韭菜那點存款就不要打主意了，那個錢是養老錢、保命錢啊，是絕對不會流到股市的。但是保險資金啊，这個社保基金，還有公募基金，還有一些銀行理財啊，那些恐怕七繞八繞的有一些到股市，因為它是配置啊，權益類資產，它就得買股票。那這些錢恐怕是忽視的啊，這個新增資金的一部分。唯獨啊，指望這個韭菜的這個儲蓄啊，那是不現實，對吧？韭菜就是一個三瓜兩棗的存在銀行，誰會拿去炒股啊？幹這麼不着調的事啊？說到這個人工智能啊，說到機器人，今天啊，這個新浪財經啊轉發了一篇文章，叫漢德資本蔡宏平斷言啊，就是一個資產管理公司啊，或者一個這個機構的啊投資人，他說啊，人形機器人10年內賺不到錢，6000億投資恐現巨大泡沫。這個是繼那個我記得上一次哪個投資人說的，機器人這個不賺錢，泡沫太大。這是最近啊又一個機構的這個合夥人說啊，人形機器人10年都是不會賺錢的，泡沫巨大。12月7日，和讯財經中國2025年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尋找中國經濟破局之路。漢德資本主席兼創始合夥人、前德銀投行亞太區主席蔡宏平在演講中直言，人形機器人是一個大泡沫，是一個騙局，是一個偽命題。哎，這個哥們可不客氣了啊，開炮了。說白了就是個大玩具啊。蔡宏平首先指出啊，現代人類是宇宙、地球、人類經過上億年進化以後，天使級的仙人和了不起的勞動體，叫萬物之靈。我們跳高只吃一頓飯，可以跳2.4米，精細到很深的地步。我們可以在精細的細胞治療或者天體物理，都是我們人類做的。為什麼就和人體过不去呢？他说我不知道。他说為什麼機器人可以幫助人，要替代人呢？在他看來，主要的功能就是作秀。說的就是這人形機器人啊，也是人形機器人練傳武，進不往正路上走啊。這個蔡宏平進一步解釋了啊，他說關於能耗，機器人和人都是有能耗的。確實啊，為什麼非要搞人形機器人呢？他說現在的全是作秀，沒有腦子的，全是後面遙控的，知道嗎？為什麼沒人戳穿那個把戲呢？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商業在驅動？這個咱們以前不介紹過了嗎？節目對吧？這個各大廠商參展，那些人形機器人都是有個人在後面操控啊，這個就可以融資了啊。他說如果真的把人形這個不確定的場景、互動的場景、情感的場景、這個精細的場景要變成一個算力算法，我們今天軟件都沒有，不要說算力算法了。我認為至少10年裡面這個東西還早，人類可能有機會可以這樣做，但是沒有必要。蔡宏平認為啊，智能化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機器人發展的合理方向應當是替代人類完成那些危險、重複或人力難以勝任的工作，比如消防滅火、水下清潔、高空作業等。而這些領域啊，專業的專用的這個機器人呢，已經展現出實際價值。也就是說啊，你沒有必要搞成人形的，那機械手臂對吧，就完全可以了。如果真正說從運動啊、力學各種角度來看啊，那人形其實不是最好的形態。這個蔡宏平說啊，他說人形不如狗形，4個腿反而更好穩呢，對吧？狗形機器人負重非常厲害，你馬對吧？有的是勁兒，騾子那不都是4條腿嗎？要麼就飛對吧？有翅膀對吧？所以說這個你非要搞人形是什麼個邏輯？這個蔡宏平說啊，沒有必要一定要搞2個腳。最後啊，這個蔡宏平說，我還是熱愛自己人類吧，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泡沫應該是要把它戳穿。據說現在資本界有5000到6000億投在上面，如果10年之內誰賺錢了，我腦袋給他。這哥們兒也挺直啊，蔡宏平直言。說實話啊，我覺得這個蔡宏平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人形機器人啊，沒有任何的必要啊。就比如說幹家務吧，对吧？大家都在暢想未來，對吧？是機器人在幹家務，那幹家務的機器人必須是長成人的樣子嗎？就是2條腿嗎？2個胳膊嗎？那不能4個胳膊嗎？對吧？就不能3頭6臂嗎？或者就它不需要頭，對不對？為什麼非要個頭呢？像
章魚那樣不更好嗎？還有一個就是情感陪護，對吧？咱們老想的是養老嘛，未来没有人了，对吧？这個勞動力少，養老的有個機器人，那養老的機器人它完全它可以變形，對不對？變成個輪椅啊，多好啊！需要的時候變成個扶手，對不對？唯獨這個人形它不適用啊，所以說這個叫人形機器人這個領域泡沫非常多啊。我記得這個發改委啊，還有哪個部門啊，工信部吧，都已經發文啊，認為在這個具身機器人，對吧？人形機器人這兒已經過熱，但是資本市場還在講這故事啊。說實話，這些錢啊，最終都是打了水漂。我們再看一個啊，跟資本市場相關的新聞，這個也是很多金融消費者啊比較關心的啊，說基金業薪酬地震來了。往年大家詬病的是吧，這個基金經理啊旱澇保收，別管他管理的這個基金這個净值怎麼樣，反正他年薪100萬，好他賺得多，差他也是年薪100萬。這個我記得胡一進老師啊对此都有怨言呢。不过這一次啊，基金業的薪酬地震來了啊。根據日前下發的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管理指引，主動權益類基金經理的薪酬將與其長期業績深度掛鈎，並設置剛性十足的獎懲機制，劍指基民不賺錢，基金經理坦賺的問題。意見稿明確啊，主動權益基金經理若管理產品3年跑輸業績基準超10個百分點，且基金利潤率虧損，績效薪酬將面臨至少30%的強制下調。反之，業績顯著超越基準且盈利，則可合理加薪。根據萬德數據統計啊，按照這個規則的話，截至12月5號，有超過1400只主動權益產品近3年業績跑輸基準10個百分點，涉及近1000名基金經理，其中施晨、劉彥春、劉格松、張坤等知名基金經理管理的產品赫然在列，或面臨降薪壓力。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標誌着公募基金行業長效激勵約束機制即將進入實質性落地階段，推動行業真正回歸受人之托代客理財的本源。一場圍繞持有人利益優先的深度變革已在弦上。咱得實話實說啊，這個有什麼用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低外損失低內補，低內的損失低外補，你怎麼管？說來說去啊，還是公開透明監管。公開透明了，允許做空的，允許人去監督這些基金經理，對吧？允許那個啄木鳥去把它害蟲給捉出來，而不是只有一個監管在那兒想說誰說誰，想查誰查誰，查誰不查誰，都是監管說了算，那他就好不了。這個萬惡的美帝，对吧？日益沒落的美帝資本市場，他就允許有做空機構，允許有這些啄木鳥監管，你就是做裁判，你就把法律制定好，在那執法就完了。在咱們這兒，對吧？你查哪個公司不查哪個公司，查哪個基金不查哪個基金，都不是你說了算，你也不能查。你查出來之後，你說人家有問題，人家法務上來告你，結果呢，你還搞不過人家。所以你看啊，不是說胡適沒有規章制度啊，胡適的規章制度多的是，沒有用，對吧？問題出在哪兒？這是禿子馱人的獅子，明擺着的啊。實際上這個話題啊，也涉及到後面，一會兒咱們要聊這個胡錫進老師評芳華。我們先把這個胡適的啊說完，下面要說的就是消費。為什麼說消費呢？這個好像最近啊，這個消費板塊的代表就是白酒嘛，白酒裡面的代表也是高端白酒。首先是這個茅台啊，我看好多地方批发價53度的飞天已經跌破1499了，已經達到了咱們說的第一目標啊，現在向第二目標邁進。第二目標就是跌破4位數，從單位千，對吧，變成單位是百。什麼原因咱就不說了，以前說過很多回了啊。那隨着這個茅台價格跌跌不休，這個其他的白酒啊一樣的啊承壓，你茅台都跌了，你其他酒扛得住嗎？所以說你看啊，今天啊五粮液就開始直接降價了啊，撕掉了這個遮羞布啊。近日有市場消息稱，2026年五粮液將對核心單品52度第8代五糧液調整價格，在1019元每瓶的出廠價基礎上給予折扣，經銷商開票直降119為900元一瓶，直接降價啊，出廠價。頭部啊這些酒企降價，那也中间的呢也得降啊，你不降对吧？你的價格都趕上五糧液了，那能行嗎？那下面的那些白酒呢，100-200塊錢一瓶的都得降啊，這就是個趨勢，沒有辦法的事。所以這個白酒企業恐怕未來啊，25年的年報
26年年報、27年年報恐怕都非常難看。而且这个就像房地產一樣，不要指望它有反彈，趨勢一旦形成，對吧？你總不能說全國人民突然又喜歡喝酒了，喝起來了。茅台和五糧液它的金融屬性也得被打掉。這跟房子是一樣啊，房地產的邏輯在白酒上面也得重演一回，對吧？這些酒廠白酒企業跟那個房企是一樣的，突然發現沒人喝了，然後你怎麼刺激都沒用，怎麼降價也沒用，它也不能減產，庫存越來越多，先把經銷商給壓死。現在經銷商賣一瓶茅台估計得賠200塊吧，因為我幹過這個，對吧？煙草我懂這個。茅台這個飛天53度的那個好賣，他給你出廠價是1499，對吧？然後你對外批是1800，但實際上這個茅台酒廠它不是說1499給你茅台53度的，他會給你配售那些賣不掉的，什麼王子酒，什麼其他的新開發的酒，那酒你只能虧本賣。那就像我以前賣煙一樣，那個中華是最好賣，硬中華40-50一包的那個走起來特別快，軟中華也可以，而且中華的利潤還可以有10%。但是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你要想多搞點中華，你中華越多，你不就賺的越多嗎？因為那玩意不愁銷不愁賣但人家不給你那麼多量，你要想多拿，你就得多買他的那些新品，人家不抽的，買了之後怎麼辦呢？便宜着往出賣。你這個新品賣得多，你那個中華煙就能多拿，他給你配售的額度就多，那個從中華煙上面賺錢。所以你看實際上這個經銷商都大同小異吧，都是這個路數吧，對吧？好賣的單品，人家是要給你配售的，完了之後你還賣他的其他的亂七八糟的，完了那玩意兒就賠着錢賣，又賣不動，還佔你資金，佔你地方，佔你庫存，佔你貨架。所以說當茅台批發價到1499的時候，經銷商已經開始準備爆雷了做好準備，把這5年賺來的錢都得賠進去。最關鍵的是他貨走不動佔資金，你沒人買你不降價，你降價也有人買，對吧？就虧本賣唄。但是經銷商怎麼虧得起呢？對吧？他不是說這一批貨賣掉就完了，你一批貨賣掉，那廠家又一批貨來了，你不定能行嗎？所以我說這經銷商馬上要爆雷，這個一點都不稀奇在10幾年前，你要搞個奧迪 4S 店或者寶馬 4S 店，那你意味着你一年能賺個幾千萬，一個小目標沒毛病。你看現在寶馬 4S 店、奔馳 4S 店都在爆雷，是一個邏輯都在跑路。經銷商也一樣嘛。10幾年前你要成為茅台經銷商，你還得走什麼樣的關係要不然茅台那些高管一個接一個的進去蹬縫紉機權力太大對吧？隨便給你多批一點茅台，隨便給你搞一個茅台經銷資質等等那你就意味着送錢給你讓你發財現在行嗎？所以說沒有什麼新鮮事都是一個道理。那這高端白酒價格下跌，反映的就是消費，實際上反映的就是咱們經濟形勢還在下降之中，對吧？並沒有觸底。什麼時候茅台、五糧液這價格穩住了，然後還有人喝了，那說明這個經濟好像就至少是有曙光了，也就是對吧？消費者又有了信心了，敢喝茅台了。所以從這個高端白酒降價，實際上已經反映了經濟形勢。這個五糧液可是10年來第一次降價，官方降價。最後我們再看看胡一靜老師這個最近有人對這個馮小剛8年前的一部電影《芳華》進行解構，我也做了個節目，對吧？這個還有人勸我看一下人家的解構。凡是持這種觀點的，說你沒看你就不能評論，這就能持這樣的觀點的人，說明他本身邏輯就有問題。也這種人往往就是人家的受眾，因為他沒有邏輯能力他認為你就像大便一樣的，你要評價大便，你比如說吃一遍你才能去評價，否則沒權評價。還有人說你沒當過兵，對芳華這個沒有感覺，那合着我要評價低保老人，合着我還在俄羅斯去當總統去能行嗎？合着我要評價特朗普，我還得去美國美利堅去選總統這都是些什麼腦子，對吧？就他能有這個邏輯，他能提出這樣的問題，說明這樣的人恰恰是解構芳華這樣的人的目標用戶，他沒有什麼邏輯能力勸你去看一遍那玩意兒，我也不知道多長時間我有那時間慢慢看嗎？什麼人一撅屁股你就知道他要放什麼屁，這叫你厲害，這就叫閱歷，這叫經驗，對吧？加州老師一撅屁股你就知道他要拉什麼屎，這就是你的水平。你還非要在那旁邊等着看完是嗎？看他怎麼拉的，拉出來是什麼樣子，不嫌臭嗎？這胡一靜老師說他說輿論場有盤醋。這胡一靜老師這個評論寫的還是非常不錯的他說這一次馮小剛8年前的舊作被當成餃子煮了，很無厘頭的聯想能夠迅速形成共鳴，越看越像。現實中的年輕人很不容易，各種各樣的不如意和由此產生的情緒是那盤醋。互聯網天然適合
最大膽、最別出心裁的關聯，能產生莫名其妙的恍然大悟和直擊人心。實際上，胡錫進老師說的就是當下年輕人迷茫嘛，對吧？一個現狀，他把當下互聯網人，當下年輕人的迷茫形容成是一盤醋，那解構那個芳华呢，就变成那個餃子，对吧？因為这個醋是现成的，誰都去整那個餃子去了。在互聯網上，荒誕和深刻是能夠穿越的，帶節奏是強有力的接力賽，比傳銷還讓人着迷、亢奮，匯入洪流，加強了每一個參與者的存在感。他說，這是互聯網時代特有的一群群體權利，是一種群體的權利啊。他說喜歡不喜歡這樣的力量感和出沒不確定性需要當成現實來接受。也就是胡錫進老師也是評論這個現象啊，他主要評論這個為什麼解構芳華會引起很多人關注，對吧？播放量高，他也是解讀這個現象。他後面啊加了一句，他說必須補充的一點是，改開之前那10年的運動是地地道道的內亂，一些在那之後很久才出生的年輕人不了解他，可以理解，但一些經歷過他的人和了解歷史的學者讚美他，只能說他們做人有問題。即便是胡錫進老師啊，即便是守衛輿論邊疆的自稱的這個胡錫進老師，对吧？前環球時報總編，他也不敢提那10年的運動叫什麼名字，忌諱啊。即便他沒提，那革命小將也沒饒過他。胡錫進老師把他這個評論給刪掉了，也不知道是平台刪的還是自己刪的，反正沒了。為那10年運動唱讚歌，對吧？還在歌頌一些人，這個純粹啊分成兩種。就胡錫進老師說的對，年輕人他不知道那個歷史，他也沒那個邏輯思維能力，所以他看不清，跟着後面瞎跑正常。但是一些了解歷史的一些學者，对吧？比如說加德老師，這個胡錫進老師就是暗指加德老師啊，因為只有加德老師自己那個微博認證是學者嘛，所以我相信啊，我這個胡錫進老師這裡是特指加德老師啊，了解歷史的這個加德老師讚美他，只能說他們做人有問題。你看在這兒說加德老師做人有問題啊，也有可能是加德老師舉報他啊，把這個評論給刪掉了。因為加德老師就是夢想着回到過去啊，在這一點上的吧，這個胡錫進跟加頭還是不完全一樣，甚至是衝突的。實際上我在想啊，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狀？也就是年輕人為什麼，對吧？自己遭遇不公或者遭遇不順，焦慮，然後他就會被引導到，對吧？集體運動，引導到那個年代，這是為什麼？實際上啊，這個都是禁止討論導致的。就是我們習慣於啊，給你一個答案，然後你們照着答案背就完了，你記住了就行。至於這個答案怎麼產生的，為什麼這樣，不准討論，根子就在這兒。作為年輕人，對吧？你越讓我記答案，我越不想記；你越給個答案，我越要索引，對吧？說你這答案不對，有隱情，對吧？即便政府啊對那個10年實際上有定論，對吧？這個定論早就有了，但是由於不讓討論，對吧？這個很多年輕人就好奇，你越不讓討論，他越好奇。如果充分的辯論，對吧？放開，實際上以夾頭他們的那個邏輯啊，因為他們是沒有邏輯的嘛，那他肯定會輸，自然而然的啊。如果允許公開這種辯論，按照胡錫進老師說的，在憲法允許下的這個言論自由辯論，那夾頭那一派肯定是叫漏洞百出啊，因為他的特點就是沒有邏輯，根本不能自圓其說。那好多人就問了，那為什麼不这麼幹呢？大家也想一想，如果這麼幹的話，那很多人就會了邏輯，那隱患更大，兩權相害，對吧？兩害相權啊，取其輕，所以就成了現在的這個狀況。你看為什麼把這個解說給它禁掉呢？說明政府不提倡這樣，對吧？但是也不容許你討論。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的話，你就知道你採取禁是沒有用的。所以大家就會看到啊，無論你怎麼說都有可能不讓你說。也有的時候，那咱們正能量愛國不行嗎？但是你看很多所謂的正能量博主都在被禁言，對吧？不要以為你認為正能量就是正能量，解釋權在哪兒？不在你那兒，對吧？你自以為是正能量，在別人那裡人家認為你這是不聽話。這連胡錫進老師這樣的正能量經常禁言，對吧？胡錫進老師賭風向賭錯了是吧？有時候舔過頭了，也得把它禁言，因為這涉及到低級紅高級黑。总之啊，大家多理解啊，心裡就清楚了。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